다들이니 미규도지기 다 남들 리제메게 나로네다 리제 那么今天第7天课程，要讲的是密居多杰自传当中的第29还有第30个颂文。那么我们依照访问密居多杰的这个逝者桑杰巴珠的注解当中的这个科判，我们来看。那么其中谈到了三世夫，我们现在讲到了是上士道上士夫的修持啊，所以实践上士夫上士道的方法当中有分为动机行动跟学修两种菩提心学处。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第3个学修两种菩提心学处之法。那么在这个部分又分为了7个，那其中第一个是学修六波罗蜜之法，第2个是静至自心，第3个是随学一切菩萨行仪之法，这3个都讲过了，所以接着讲到第4个是因时因地行持之法。那这个的颂文是什么呢？就是着世之事法教者寥寥可数，而成事之境亦非如理气法，故更为竭力调伏自心，此为我妙行之一。那这是第29个颂文。那首先看一下呢，学习密居多杰传记的教授这部著作当中怎么解释这个颂文。那这部著作也是出自访问密居多杰，那也就是特别想要依止访问密居多杰为上师的人，那么就可以按照这部著作去看要怎么跟随访问密居多杰去行持，就是有这么一部著作，就怎么学习访问密居多杰的这样一部著作。那这里面是怎么说的呢？这里面提到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他不是佛教徒，或者他们不是大乘的这样的人的行者，就是主要是看起来，但就是说看起来是这样，就我们也并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修行者，是一个佛教徒，但看起来就不像是个佛教徒的人，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但他在做着很多佛教的事情，很多人是这样子的，他看起来不是个佛教徒，也不是个大乘的行者，但看着是在做着很多佛教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有这样的人，就他不是个佛教徒，也不像是个修行人，但是他在做着很多佛教的事情，就是好像很多时候他就真的在做着佛教的事情，又在做着很多大乘的事情，但的确我们说很难真的了解一个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佛教徒，但总之呢有这样的情况。
当然，我们很难说这样的人就真的是住持佛教的人哦。所以，怎么样才是真的是住持佛教的人呢？那当然就是在我们一般看起来哦，就他真的是他自己也说他是佛教徒，他也真的承认自己是这个，比如说大乘行者，他是佛教徒，通常我们就会说这样的人，他就是住持佛教的人哦。所以，总之呢，大概有这两种，一种是他真的是自己也说他是佛教徒，也真的在真正住持佛教的人，这是一种。或者还有一种呢是相似的，在这个住持佛教、弘扬佛教的人，就是他只是在做着相似的事情，但他并不是真的是一个佛教徒，有这样的人。所以无论是真的在住持、真的在弘扬住持佛教的人，或者是只是在相似的在弘扬佛教的，无论是僧人也好，怎么样的人也好，但无论是哪一种人哦，可以说他们应该都可以让他们算是在这个可以说弘扬持守佛教的人。也可以都算是佛教的一个根本。那当然，真正住持佛教的那些人，我们这里不用说，当然他们是佛教的根本。但这里要讨论是那些相似的人，他们可能没办法真的做到真正的佛教的修持跟弘扬，他们只是做到了相似的佛教的弘扬。但这里我们还是要很重视他们，是在讲这个部分。所以，虽然说你可以说他们在这些相似的人哦，在做相似的人这些佛法弘扬的人，虽然他们在思想上和行为上，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差异，甚至你看他们在自己的行为上、思想上都有不同的差异，甚至连那个可能金刚杵铃都有放的方式都不同，或者是就以藏传佛教里面自己来说，不同教派就它这个法帽，它都有不同的设计、不同的样式，甚至穿戴的方式都有些不同，或者这个因为戒律的传承的不同，所以呢，在藏传佛教教派当中，僧群的穿着的方式也有一些不同等等，所以都有一些差异的。然而呢，所以虽然根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外相上一些小小的上面是有些差异的。但如果只是因为这样子就觉得根本上有差异的话呢，这是一种错误的。因为甚至只是噶举派里面来讲，它都有很多很多的小小的差异。如果只是因为这些小小的差异，就说噶举派它是根本上是不同的话，那就是有点舍本逐末去了。所以真正一个有勇气的一个菩萨他们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呢？他应该要尽力的想办法要
要让这些各自不同的这些差异甚至要让这些各种不同的思想行为，这些善根得以增长。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说，譬如说这些差异，举一个例子，像是光是这个法帽的穿戴的方式的不同吧，这一个小小的差异，它也都是为了可能是这个度众生的方便不同，因为为了适合不同根器的众生而不同的实现。比如说，对于可能某个宁玛派的弟子，他看到这个穿戴方式、法帽的装饰，他就特别的欢喜。所以对于可能一些噶举的弟子，他不喜欢那样子戴法帽的一些噶举弟子，就刻意要他也那样子戴法帽的话，那可能就不太适合。比如说噶举，这让我想到噶举祈愿法会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在讨论有一些规矩要改变。当时在上密院，我们就做了一些讨论会议的时候，当时就当时护主金刚持天嘎仁波切，他也在这个上密院，然后冈仓噶举很多的这些各寺院的代表也来到了上密院。所以在会议当中，我们就在讨论噶举祈愿法会我们僧众们应该要戴怎么样的法帽。我们当时就讨论应该要戴着那个黄色的那个尖帽，那是过去历代噶玛巴在第7世、8世、9世噶玛巴的在那个法会上祈愿法会僧众的时候都有戴。而且当时呢也找到了最早的一个针对这个法帽的注解，就是第4世夏玛巴缺乍野谢他所写的这样的一个注解，没有比在更早的一个注解了。甚至格鲁派针对法帽的注解也都依据的是第4世夏玛巴这部注解。所以可以说是法帽的注解，针对法帽的这方面的解释，可能最早的这个解释似乎最早都是依据在这个第4世夏玛巴的这个注解。所以我们说这个后弘期的时候的戒律，所以总之当时就后弘期戒律又重新复兴的时候，大概最好的一部注解有关法帽大概就是这部注解。所以当时讨论完之后，晚上的一些僧众就到我这儿又在讨论，他们就跟我说拜托还是法会上不要穿戴这个黄色的法帽，还是穿戴冈藏噶举有一个花色的帽子比较好。穿戴那个黄色的法帽实在不太好，因为一看到是黄色的法帽呢，大概就想到的会成为格鲁派那个样子了，因为大家会有那样的习气吧。但其实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历史是什么，因为就是口头上嘛，一想到那样的黄帽就想到的是格鲁派黄色的尖帽嘛。所以总之晚上的时候呢，那些僧众就到我房间，另外又特别请求我说不要穿戴黄色的法帽。但我虽然都解释了这些历史，甚至引经据典的第4世夏玛巴的那样的注解等等，所以但最开始我还没有找到第4世夏玛巴的注解，但后来真的找到之后，那我就可以有这个更有本了，就可以跟他们讲。总之呢，当时就有这么一段故事，我想起来。所以很多时候
你看看这一点点一些传统差异，其实真的就是有一些人喜欢不喜欢，都是为了众生不同的根器有做的示现。所以这些不同的佛教的这些内容规矩，其实是无分别教派的，可以说都在弘扬这个佛教，也可以说是对于佛教也做到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同时呢，所以因此呢，我们说如果能够真的很好供养这样十方僧团他们如法生活的这种资具上的这样的供养他们这样而成就的善根是比起供养佛陀还更为殊胜的这样的一种供养。因为我们说三宝当中供养僧众的福德是更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供养僧人不仅会得到供养的福德，还会得到受供的这个福德。因为像供养佛陀、供养法呢，是只有这个供过去的福德。另外，同时呢，因为如果我们提供僧人修持佛法的这个顺缘，那么就能让这样如法修持的僧人能够住世，那也因此佛法就能住世。所以可以说，这样的佛法的这样的家庭就能够延续下去。所以供养我们说十方僧团这样子如法生活的这种资具，就生活的各个条件上的这样的供养这样的善，这样的福德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如果呢想要累积这样的福德，就是让佛法住世的这样的福德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努力的供养这个僧团，供养僧宝。那讲到这样供养僧宝、供养僧团，就像前面所说的，那当然指的就是真的是很亲近的，真正在住持着弘扬佛教的人。那当然有一部分是相似着的，在支持这个佛教的这样的人。那这一部分这里也谈到两部分的这样的人，我们都应该要重视的。所以这是在学习米智多杰传记之教授当中这是米智多杰提到的，两方面都应该要尊重，都要重视。那接着桑杰巴珠的注解我们看一下，他提到呢，在这样的五浊恶世当中五浊是什么呢？就是劫浊、命浊、见浊、众生浊、烦恼浊。那么在另外这是藏传无垢有尊者的一个注解里面呢，他对于这个五浊又有不同的一个翻译总之意思是一样的，它就是翻译译者文字上的不同。所以在佛教呢，最重要的就是有三藏这个经教的部分，还有修正的部分，就是我们说三学的修正的部分。所以具备了这样的三藏、三学体证的住持佛教的，具备这样三藏三学的
这样子的，无论是从这样的在家居士到这个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四众，我们说叫四众哦，再加上我们说佛像，还有像是佛殿等等这一些哦，真的都是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应该要尊重和重视的。但是呢，我们说在现在是五浊恶世的时候了嘛，就或者说你看在方弥支多杰注释的时候，尤其在现在了，很多时候已经都不再重视这些了。尤其呢，在方弥支多杰那个时代，很多人呢，对于像这里说居士也好，佛教徒，对于那比丘也好，对于佛像，对于佛殿也好，他们呢，对于这些殊胜的对境呢，已经没有恭敬之心了。他们甚至都破坏这些寺院了，甚至呢，他们还不让这些僧众呢持守戒律，甚至让他们去从军，就是让这些僧众成为这个军人，然后让他们去我们说耕田啊、务农啊、建房子啊等等的。所以本来出家众应该是要修行的但是呢，却让他们去从军啊、务农啊、去建房子，总之给他们很多的这样的工作，然后呢，还给他们一点点这些工资，很微薄的这样的工资。当时本来生活就很困难的，所以能够拿到一点点这个微薄的工资呢，所以很多人只要为了拿到一点这个工资，他什么都愿意做的，他什么都愿意做，就为了拿到一点工资。所以很多这些人是为了得到更多这些为了拿到更多的工资吧，得到更多的奖赏，所以就言听计从，所以他们这些人就更不在这个闻思修持上去努力了。那真正还愿意在道上修持的人，真的像是白昼的星辰一样，非常的稀少。所以呢，过去那些我们说讲说实修的这种佛教闻思实修的传统，都已经式微了。然后呢，过去的这些可以说施主们，无论是国王啊、施主们，为了这个僧众的这些的供养所以各种的这些为了寺院而累积的各种的这些资金全部呢都被侵占了。然后过去也有真的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譬如说这边的这一区这个地区的人呢，去把那个地区的人的寺院呢全部毁掉了，然后侵占了他们地区寺院的所有的东西、资金、田产等等那这部分就不多说了。总之呢，别说是佛法了，在这五浊恶世，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这些世间的道德也可以说都是沦丧了，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心善的正直的人了。
所以说呢，真正是一个具有善心这种菩萨心的人啊，真的世界上是找不到的了。所以你看，佛米居多杰那个时代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当时呢，佛米居多杰也真的深知到，这个佛教已经变成是这样子了。这个佛学院还有整个这种禅修院也都视为了。所以所以他就真的知道，在这样一个时候哦，是更要具备大的，可以说要更具备一种勇气哦，就不可以再懈怠散乱，要为了这个振兴佛教提起精神。那这时候他也知道说，真正要弘扬佛教，这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从自身做起，就是自己要切实的实践跟修持佛法，也就是在自己的言行上真正做到能够符合这个三乘的行持，如法的行持，能够谨慎的提防自己的一切的行为都能够不要跟三乘所说的这些学处相违。所以当时呢，举个例子哦，那当时佛陀他就有说过，他说我的声闻弟子如果能够如法修持的话，甚至未来遇到饥荒的时候，就算呢只剩下这个指甲大小的地方啊，比如说这样一块田地好了，土地可以耕种，那些如法修持的僧众，你们呢也不会饿死。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如法修持的人，你们是绝对不会你们是不用担心会饿死的。就算呢你们的生活资具可能是不会是，虽然是不是人来提供给你们，但是呢夜叉还有当地的神还有这个非人呢，他们也是一定会提供的。所以呢绝对不用担心会饿死所以就像是佛陀说的是一样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说要好好的从自己的切实的修行实践开始做起，其他呢是都不用担心的。那么以上呢就是第29个颂文，就讲过了。那接着是讲第30个颂文。那第30个颂文，它的科判呢是属于
取舍利害之法里面呢有2个，一个是创造有利作为之法的，第一个是创造有利作为之法，它的颂文是：时至末法500年，纵是相法之法所行善，本师释迦以为之甚赞，故而力荐修断语读诵僧团，此为我妙行之一。那么按照桑杰巴珠的注解，我们看一下。那这里谈到现在是末法的这样的最后500年哦，就时至末法，就是末法500年。那这里呢就谈到说佛教会注释多少年。那其实在佛经当中呢是有许多说法的。那律典当中呢主要是说有注释1000年，这是律典当中，这藏传当中是说1000年，律典是1000年，并没有提到5000年。但是呢在有一部叫甘珠尔当中，但这个只收录在拉萨甘珠尔当中有收录这一部，就是圣弥勒经哦，有说会，好像是萨迦班智达翻译的，会注释5000年。同样呢，还有狮子贤论师的广注等等这些典籍当中哦，是有提到说会注释5000年。所以在这5000年是怎么算的呢？主要是分为4个部分。所以首先是果位的3品啊，各500年，所以这样加起来就是有1500年了。那接着是就是3学，那接着就是再500年，所以这样再加起来，所以就是3000年了。再接着呢是3藏，又提到3藏的又有3品哦，再讲3藏，那么各500年，所以这样加起来就是4500年。再来呢，最后500年呢，就是持有表象哦，或者就是说是只有相似的法、相似的表象这样子的500年，所以总共是5000年。那这个什么叫做教法注不注释哦？依照戒律来说，有提到的关键就在于说，就是戒律有没有注释。而戒律有没有注释呢？主要就是在于有没有结魔和仪轨，那么尤其呢是有没有如说行者。那么在根本说一切有部的这个尼陀那木德家卷第1里面有提到，那当时
就是世尊呢，就乌波离尊者就问了世尊说：什么叫做正法住世？什么叫做正法已经灭了？佛陀就跟乌波离说呢：乃至有秉结魔，有如说行者，是则名为正法住世。若不秉结魔，无如说行，是则名为正法灭坏。所以意思就是说，佛就当时跟乌波离尊者说，只要有说结魔者，那什么叫结魔呢？就是说在戒律当中，最主要就是结魔的这些仪式，就是传戒啊、受戒很多这些结魔的仪式。还有呢，有如说行者，就是有很慎重的在做这样子的真正很谨慎的、很重视的、很如法的去行持的人，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叫做正法住世。但是若不秉结魔，如果没有人在做这样的结魔，然后无如说行，也没有人在很认真的在做这样子的实践，这样子的戒律结魔的话，那就是所谓的正法已经灭坏了。那么很多人就在说，那5000年的话，那现在我们到底属于哪个阶段呢？那当然这有许多不同的算法。我们说现在已经是佛陀诞生后2500多年了。当然我们说佛陀真实诞生的是哪一年，现在也是不是非常确定，但是大概呢会说是2500多年，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们说佛陀圆寂之后，圆寂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所以有些上师说现在已经是就是属于就是只有相似佛法的时候了。但是呢，这还是还值得讨论呢。总之呢，现在我们是这个末法时代。所以其实所谓的，其实呢，这里提到的末后的500，其实你看说果位也有3品嘛，也有最后的一个500年嘛，有学3品也有最后的500年嘛，三藏里面有最后的500年，所以都有最后的一个500年。所以最后一个500年不一定是哪一个，但这里可能我们还是理解是只剩下那个相似的那样的一个500年，相似的法的那样的500年。总之呢，就是只剩下相似的佛法或者是这些这样的一个时候。所以就像这里基本说，就是相法之法的这样的时候。甚至很多时候连这些出家众的这些服饰呢，也都快不再穿着了，他们都穿着的是这个在家众的服饰。
然后呢，也不念诵这些信誓难消的经等等经典，也不做回向。总之呢，做了很多这些不如法的行为。甚至已经有很多人呢，都很多人呢，根本就是都没有在意念三宝的功德，甚至呢，慢慢连这个三宝的名称都不再听闻到了。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时候，我们说当时法王密支多杰，因为他呢真的是熟知这个一切显密典籍这样的，还有甚至一切显密典籍注解的深意他知道佛陀曾经说过，他说，佛陀说在末法500年只剩下相似的佛法的这样的时候，就算只是守护这样相似的佛法，这样的善功德也都是很大的。比如说就算出家众也只是相似的这样的形象上形式上的一个出家众，甚至可能戒律也不见得是非常的清净，整个教法也只剩下一个形式上外向上的一个佛教，但仅仅是守护这样子一个相似形式上的佛教佛法，它也是功德非常的大，甚至没有任何其他的善功德比得上这样的善功德。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做能够让很多人可能他的烦恼变得更少，让他们的善根能够成熟。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就算呢只是具备一个形式上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只是具备一个出家相，或者说整个佛教只是具备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象，但守护这样的一个相也是非常有福德功德的。所以呢，法王密支多杰就把佛陀这样的话可以说铭记在心所以呢，他就大力的可以说护持这个僧团。就算没有办法真的恢复像佛陀当年那样子如此清净的那样的僧团，但是他尽力的恢复那样子可以说研读三藏还有修持三藏当中那样遮止三学恶行那样的僧团而且他大力提供佛法和财力上各种的护持。所以法王密支多杰呢，他依止了很多的上师善知识，然后给予教学，然后培养出很多的弟子。这些弟子也到各个地方呢，也成立了非常多的寺院，很多的这些禅修院、佛学院，甚至呢他自己也出资建立了非常多这样的佛学院、僧院，还有这些禅修院，而且建立了非常多的这些我们说身口意的所依其实这在密支多杰很多传记当中都有提到，
尤其是在米觉多杰自己所撰著的一部经典、一部典籍，叫做《米觉多杰行持本身》。那是谁请他写的呢？是他的亲传弟子叫做Namgyal南杰扎巴。他后来成为第9世噶玛巴的上师是在他的请求之下所撰写的。这里面都有清楚的记载这一段这些刚刚提到这些内容。比如说这里面清楚记载他培养了，他医治了什么上师，他培养了什么弟子等等，刚刚提到这些内容。还有米觉多杰他的亲传弟子巴乌祖拉称瓦，他撰写的贤者喜言当中也很清楚提到了他建立了多少的这些僧院、佛学院跟这个禅修院等等。那简略的我们提到一些像是在贤者喜言当中就有提到说他在世的时候，他建立了他在世的时候，总之僧院、寺院非常的很多寺院就兴建了。譬如说在丽江土司就兴建有叫康桑国寺院，还有多邦普寺院，还有拉上师云丹旺丘，他被任命为的一所寺院。还有呢，这个索囊朗杰成立的一个寺院，还有呢，长边角措在这个卡瓦嘎波建立的一个寺院。还有在蒋木囊所这个新建的这个龙波仔寺院等等。那这里有提到非常多，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当时呢，米觉多杰他的弟子也好，或者他的施主也好，总之他们就兴建了非常多的寺院。尤其呢，当时的特别是云南丽江等等的等地每年都会派500左右的出家僧众到一些地方去兴建寺院。尤其呢，法王米觉多杰呢，他还自费兴建很多寺院。这个我想特别稍微提一下。大概是这些寺院。刚刚上面提到的那些呢，是他的弟子或他的施主兴建的寺院。下面这些寺院呢，是他自己出资兴建的这个寺院。大部分呢，很多是这个佛学院，还有这个禅修院。这个是都记录在他的米觉多杰行持本身当中。在刹苏入东佛学院里面有常住的僧人有250人，还有噶玛嘎切雄鲁林寺常住有120人这样的佛学院。在脱节地区有噶玛杜扎林寺有250人的这样的佛学院。在达波地区，在达波这个国姑地区的僧院呢，有一个高波九美林寺。那这里面有特别提到有多少僧人。再来达波郭惹地区的高波谢柱林寺
这里有常住有僧人300位的显密佛学院。那惹地，再来一个是惹地甘丹林寺，惹地也是一个地名。那这里呢有一个佛学院，有300位的常住的僧人。再来是东国地区的一个叫仁谦林寺，也成立佛学院。再来呢是在噶尔谦大营，然后成立了杨日瓦的禅修院，还有苏日瓦的禅修院。那杨日瓦跟苏日瓦，那主要就是修持大手印，还有这个那洛六法的这样子的不同的禅修院。那杨日瓦的禅修院中有250位行者，那苏日瓦禅修院当中有100位的闭关行者。那以后有时间，可能各位再解释一下这个杨日瓦跟苏日瓦这样子的行者的不同。在贡布泽拉冈呢，有成立这个200位僧众的禅修院，在刹扎宫这个地区成立有常住100位僧众的禅修院，在贡布那布地区又有100位僧人的这样的禅修院，在波沃也这个地方，在亚门地区呢，也有一个禅修院，也有250人。再来是夏玛，再来在一个乌玛扎嘎也成立一个禅修院。另外在噶玛巴大营当中，噶谦大营还成立了一个密咒的僧院。那主要这个是它算是密咒的一个佛学院，叫做日增康觉林。所以呢，前面可以看到，在噶谦大营当中，里面有显教的佛学院，也有密教的佛学院，所以可以说噶谦大营当中，它也是到处移动的。但是在噶谦大营里面，你看又有佛学院，又有这样子的禅修院，而且你看又有不同的这样子的闭关行者的不同的禅修院。再来雪喀地区，这也是在贡布地区，在雪喀地区又有密咒，成立密咒僧院，有110人。这些上面看到的米居多杰他出资成立的这样的佛学院和禅修院，不算前面他的弟子还有施主们成立的这些寺院或佛学院、禅修院，他自己成立的、出资成立的这些佛学院跟禅修院就非常多了，而且里面大多数都不少于100人、100人，大多都有300人或300人以上。总之呢，就像是贤者喜宴当中有说，
总之呢，法王第八世法王他就像是将历代法王所有的善业集中在一起去完成。意思就是说，他在很多过去法王没有去过的地方，他就在那些地方也弘扬了这个噶玛噶举的教法。所以，比如说预言在掌握这个方向会出现噶玛噶举教法，所以法王本人呢，他也会转世在那个地方。同样呢，法王他也预言在后藏呢方向会出现佛法，并在后藏呢初次呢新增了噶玛噶举的寺院。所以呢，这些寺院与预言在南方最初发展的前世法王的2-3座寺院相比就是说法王第八世噶玛巴的寺院呢是最多的。再来就文集著作方面来说，过去第二世噶玛巴也虽然说第二世噶玛巴的著作等同于甘珠尔有100多卷，但是到了这个巴沃祖拉称哇的年代的时候呢，就只剩下10几部了，就只剩下16卷了。但是第八世法王一人呢就有20多卷了，所以可以说是法王米觉多杰的文集是最丰富的。就弟子方面来讲，第八世法王的弟子真正是舍弃今生，具备这样的出离心，具备真正的虔诚呢，这样的弟子又是可以说是最多的。所以等等是在贤者喜宴当中是说得很清楚。同样呢，刚刚说了，在行持本身当中提到很多，就是里面提到他如何医治上师善知识，还有如何医治他们呢集资进账，还有如何去做教学，还有著作，然后如何透过教学著作培养学生，还有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哪些特质，还有他如何去兴建这个三宝的所依等等有什么样不可思议的这些事迹，在他的这部著作当中都很清楚所以是一部很重要的一个典籍。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应该多去阅读。所以很多人呢，也有一些人针对于法王米觉多杰说他建了这么多寺院，其实也招致了一些这个批评的。有的人会说，你呢建的都只有这个自宗的，就是冈仓噶举的，都是以弘扬自宗的佛学院和这些禅修院为目的而建立僧团，这样的动机和行为是不清净的，不是应该要无分别教派的建立各个寺院吗？但是呢，这是桑杰巴朱就针对这样的别人的一些批评呢，他的看法是什么呢？他说，你到底所谓这个自宗自方
到底是你指的是什么意思？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就法华米居多杰而言，他的字方字宗，其实就是他心系的，就是遍虚空的一切如母的众生，这就是他所谓的字方，就是一切的众生，再没有其他所谓的自己和他人。一切的众生都是他自己关心的这些人。不像是现在很多人总是自私自利的，或者带着这样的一种偏执，或者说去做很多的分别、自赞毁他等等，自赞毁他，然后他不会这样去做的。他不仅不会这么去做，他甚至真的希望的是，当然希望是真正的佛教能够注释，甚至希望只是相似的佛教，他能够让他恢复的话，这他都也会非常的高兴。所以，法华米居多杰在做的任何事情，他都是朝这个方向在做的。所以他内心中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自他的这种分别。所以如果这样的作为也被说成是这个利益自己，是在打压别人的话，那么一切佛菩萨的事业都会变得是有问题了。那还有什么办法弘扬佛法了呢？这就没有什么办法了。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可能只是我们以为他是好像只是在弘扬他自宗的事情，但其实呢，他的内心并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分别。好，那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里。法华米居多杰他兴建了很多的这个寺院，然而呢，现在很多寺院现在都看不到了，也都看不到、听不到了。很多人可能会问说在哪里？的确，这些时间一长，很多都已经是，很多的确是都没有了。就算是有一些寺院还留着，但是呢，也都不见得再是这个噶玛巴的寺院了。但是之后课程中有时间的话，可能会再讲一讲这些还遗留下来的一些寺院啊，跟大家做一些介绍。那或许大家
有了了解之后，可能会增长一些信心。哦，原来过去方米觉多杰的寺院还有啊，这样会有一些了解。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20-30分钟，之后我们再做一些课诵。